关于疫情龙问天近比历史无可证，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强调，以下国际疫情还系动厉害。桃园一日增加4万人比，以下全世界确诊人数来到531万人，呼吁民众还能爱卡阳性调位。指挥官陈时中从安部许多肯定体系有动作人气看，不过各项当中人检疫无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未引起民众争议。陈时中强调，有世界还系各不中的，不过还能呼吁民众为尽量戴好遮掩物，自家防护措施为做好来。防疫团队26日许多屏东，一方面是为实施防疫，一方面也是希望带通关人出来旅游。以下做的记者会现场，屏东县长潘美安就带来屏东的火龙果同样荷包一道农特产品，希望民众多多消费来照顾农民。除了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对3年的多金日本产业做嚟讲完全都冇停通。好在关于疫情期间有卡翻呢，佢家中糖店又再个重新启动发通。如果家高雄乐团总监李小嘉带领，而安部也有一场关键音乐会，希望民众用实名制现场去参加。喺欧洲同亚洲各国武汉肺炎疫情悄悄地控制下来时节，南民族国家疫情还系经济更厉害，治理医疗系内强强为负担唔样。喺冇负责的情形下，全国确诊人数超过6万3人，还引起民众抗议头痛。